那这个工程呢，大概有383公尺的一个护岸的一个整治。那其中呢，我们还有再加上32座的一个固床工。那我们在旁边的一个护岸整理完之后呢，也铺设了一个稻草席。那我想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确保我们整个松脚溪还包含它主流的一个避免土石冲刷，保护我们河岸的一个安全。那它在整个河道整治完成之后，当然对我们的那个二仁溪的下游来讲，它也确实有做到一个保护的一个程度，它避免土石的一个冲刷，而且它增加一个河道的一个通洪断面。感谢市政对那个野溪的整治原本像如同后面这样子杂草丛生了那个水位一直在高涨没有疏浚那个淤土淤泥特别的多了其实百姓最怕就是淹水淹水一到的话，整个财产整个家住屋都很难去解决了。所以透过这次野溪的整治造福第一番所有的百姓的福祉。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近年来，极端气候常形成短时间暴雨，造成山区土沙冲刷及淤积，引发下游大规模灾害。台南市山坡地范围占总面积的38%，山区范围广阔，因此山坡地的野溪治理相形重要。台南市政府将持续争取经费挹注，加速完成山坡野溪治理工作，来降低坡地灾害发生几率，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区田中1号桥的这个上下游整治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明显的一个对比，在桥的上游段就是完全是杂草丛生。然后这个完全是土堤，然后其实也没有土堤，是土的岸，河岸。那在这野溪是无名野溪这种无名野溪坦白讲是很多的如果说不好好整治的话，就土石会一直崩落下来造成夹带大量的泥沙，一直到下游的河段，那河岸河床就会垫高，那每次整治就是旷日费时，而且事倍功半。那如果我们在上游先把它这个整治起来，可以看到这个桥的一边上游段是还没有整治，下游段就已经整治了，就完全有天壤之别。总之要把过去常常发生的这个水患在今年未来能够降到最低，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是提高到最高。我们会在努力，这种治水的工作没有最好了，只有更好。那唯有持续的投入这个经费，以及我们好好的自主管理会做好。我们地下游有很多防灾社区，那上游有很多野溪整治，从民众自发的防灾意识，跟我们上游的政府的这个工程努力，希望能够治山防洪的工作能够有一次比一次更好的这个成果。你好，是今届欢迎收看7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2022年台南市长执政，除了现任民进党籍市长黄伟哲寻求连任，以及国民党征召这两届参选以外，4天前曾经以无党导入的城大教授柯忠信，14号嘛正式宣布参选。会中邀请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以视讯来收听。柯忠信强调，台南需要在建全中的市长来带头，无分哪力，以本土优先来拼台南本土品牌发展。柯忠信虽然伫小小的竞选办公室来宣布参选台南市长，不过却是有满帮的信心，要用伊财经的专业，坚持以4天前政见，以创新、知识、文化甲科技为主轴，互台南更较好。会中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人伫台北，嘛透过视讯的方式来收听。伊若伫外口在工作所以会较紧的参照保险无实施。
是啦，咱真侪少年家爱负担即个北部的即个长照这相关的问题，甚至个时头路变成连家己的以后的即个经济保障拢受到真大的困难。所以呢，这开始是需要有人真有心来推动这个工作所以我相信呢，中信兄来当呢等于雇佣服务来做台南市的市长呢对这个老人的这个问题啦少年家这个困境呢，即马台湾的社会这种的困难呢应该会当来帮助推动2018年，柯中信摕下45000多票落选以后，就强调伊会搁回来。特别发现这几冬来对薪水低、厝价悬以及老人福利拢相当失望，所以决心再次投入市长选举。在这里敬师无之过。为什么我一个学者在立法院的时候，会计法我也挡下来，台电改革我也替台电改革了249亿。为什么台湾人民不愿意选我这种人出来替各位来下党，而会去选政党？所以我在这里敬师无之过。所以呢，坦白讲，我在这里思考了这样多人生的哲理。施政会中所反对嘛强调，选举爱扩大在野制衡的力量。对此，柯中信表示，伊虽然肯定挂问题的民众党，不过并未加力，强调市长选举无关哪里的统独，就是本土优先来拼台南产业发展。以前总统教导我，就是台湾优先。台湾优先，这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那因为市长的选举无关统独，我们重要的就是台南人民现在低薪、高房价，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子，赚钱赚不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一个市场候选人，我一定是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我用一个本土优先的立场，发展本土的产业，让我们本土的产品能够配合国际的需求，提升我们这里的这一个人民的生活，没有蓝绿的考量。距离选举剩4个月，柯中信表示，伊上感谢就是6位团队成员一直无离开做伙拍拼，伊嘛希望用一区一扛棒上升的资源来拼这场选战。但新闻编辑采访过的。曾经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歌手安博正，7月2日要伫安平举办公益音乐会，因为安博正甲艺人张雅文分别捐出100张演唱会门票，表华山等社会福利团体。对此，台南市会嘛小厅加码赞助慰问金，邀请弱势拢会当来欣赏精彩演唱会。议长郭信良以及立委陈廷辉14日联合歌手安博正，还有音乐制作人许常德等人，伫议会召开分享音乐、分享爱记者会，要来宣传安博正7月22号伫安平旋转餐厅举办的破茧重生音乐会，特别捐出门票，要来邀请社会团体做伙来看演唱会。台南资源蛮好的虽然我是高雄人，但是我觉得台南一点都不输给高雄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啦，谢谢这么多相挺的人。记者会上，除了安博正展现公益之心以外，连歌手张雅文也做伙响应。8月13日高雄巨蛋的2022大跨越詹雅文音乐会门票，也同时要分享出来。每次演唱会我就会捐出几百张的票呢，赠送给这些阿公阿嬷呢，或是家福中心的这些妈妈、爸爸或是孩子们来观看。那这次我听到了说。有台南的家福中心的妈妈们，还有华山的长辈们，要打扮得很不一样的造型，在8月13号那天要给雅文一个大惊喜，是不是？派对的风格我觉得这太棒了。张雅文呢，其实他每一次的演唱会自己都会掏腰包买一些票给弱势团体来看，因为他们觉得说。其实人最需要的其实不一定是钱，可能很需要的是那种心灵的出口。帮忙促成活动的议长郭信良表示，除了感谢艺人关心社会团体以外，议会嘛赞助华山、家福，还有立新基金会各3万块的慰问金，希望会当抛砖引玉。今天我们在台南市议会特别来抛砖引玉，将整个这个的活动能够
是要受到弱势团体，包括我们的家扶中心呢，包括我们的立新一些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让他们呢能够呢来参与这个的活动，也借此呢抛砖引玉，希望社会大众在这段期间呢能够多多关怀这些弱势团体。我相信像疫情，大家的募款都减少，那徐老师就说他每次都分享，因为都希望说大家可以抛砖引玉，所以这也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希望大家要注意到、关注到，我们其实很多的弱势团体是真的需要大家来协助的。在记者会上，安博镇特别化身雷神索尔，替活动宣传，同时嘛感谢各赞助单位帮忙促成，才会当顺利完成这次的公益活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市府的保乡乡记者会讲有重大政策，2点1到，市长黄伟哲率领副市长、社局长甲主计处长正式宣布，对明年开始，除了发中央敬老年金1000块以外，佮加码发健保福利金，如果需要有14亿1000多万，有31万6000多名长辈受到帮助。台南市政府14日下晡2点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有重大事项要宣布。记者会由市长黄伟哲主持，率领副市长赵清惠、社会局长陈英基等市府一级首长，赶紧要来向市民宣布加码老人健保福利的好消息。在新的一年度的预算中，台南市政府因为议员在每一次的会期，在每一次的这个总质询或者是业务质询，都非常关切台南市的长者的一个福利。那基本上大体是说，在6都之中，只有台南市对于65岁以上的年长者的健保费，是只有这个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低收入户有补助，那是法律规定。那其他的各年龄层是没有补助的。那因为过去台南市在过去的老人福利方面，就是重阳敬老金1000块钱，然后呢，到今年也就是111年，我们在审查去年预算的时候，我们除了重阳敬老金之外，还有一个敬老健保福利金。市府伫评估财务状况以及兼顾老人福利，将伫咧明年开始加码发送健保福利金，针对综合所得税税率5%以下长者、55岁到64岁原住民长者、65岁到79岁长者每人3000块，80岁到89岁长者每人4500，90岁到99岁长者每人12000，100岁以上的长者每人2万块。在65岁的到79岁。我们是增加3000块的补助，然后80岁到89岁是增加4500块的补助，90岁到99岁是增加12000块的补助。至于100岁以上的人瑞，我们是增加2万块的补助。这个部分，因为一个年度的健保费大概是9900块，那如果是增加到不管是12000或是2万，都已经超出健保费的补助，剩下的就是敬老金。那所以说我们在敬老金的部分、敬老福利的部分，我们也都有所增进。黄伟哲进一步指出，面对未来人口高龄化趋势，在市政推动上，需要将有限资源用来建构更全面的福利部件。市府团队会持续进行地方建设，以及连接社会资源，加强对弱势者的关怀甲照顾。确保长者拢会当安心生活，落实台南市成为高龄友善温暖的城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永康目前是台南市人口上侪行政区，市长黄伟哲从年以后，为了改善永康、盐行、六甲等地区的饮水，这个道理治水预算。这回得到中央前瞻计划补助3亿5000多万来开工动土，预计113年服务进程得当完工。未来这片永康六甲顶的土地，就是盐洲抽水站预定地，除了有治水的功能，卖加强绿美化加娱乐设施，成为休闲公园。
水利局表示，为了有效改善当地用的饮水，一定需要机械来抽排。所以向营建署争取以后，中央专业补助3亿5千多万来兴建抽水站。第二档土典礼上，济闽大家乡亲嘛拢到场见证。工程预定113年货柜进前第档完工。是每秒钟可以排水26.5公吨，是非常大的抽水站，而且对地方来讲很有帮助。那总造价3.54亿，全额由营建署来帮忙负担，这点我们非常感谢哈。那这个地方原本是公园用地，市府也承诺说，将来在抽水站落成之后，它的绿美化一定要做好。也就是说，平常来这边公园游憩，那如果真的碰到下大雨的时候，抽水机抽水站马上发挥功能，来减少民众淹水的机会。水利局表示，除了地势较低所在进行抽排，地势较悬的嘛已经咧办理雨水下水的工程，令旱象直接排入盐水溪，避免流到地势较低所在变成积水淹水，来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体重相当除了影响外观，嘛是健康稳定的杀手。因为医学证实有真侪疾病拢甲大脑有关系，所以除了西医用外科手术来减重以外，台南市立病院嘛分享用中医针灸合并中药治疗，互民众来参考。正确的减重，不管是中医或者是西医，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评估。而且针对个别的体质、甲生活形态，制定个人化的减重计划。台南市一名31岁林小姐，因为体重过重，一开始透过饮食的控制，甲轻度的有氧运动，但成效无好，一直甲行路会喘，甚至骹头有会酸会痛，才寻求中医的协助。经过台南市立病院中医师曾硕平的辨证下药，透过针灸合并中药的治疗。一当来已经成功减重20公斤。中医呢，在治疗减肥呢，它跟西医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呢，首先我们先谈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其实我们都会给饮食控制啊、运动啊这些卫教那也会给他一个好的睡眠的建议。但是呢，中医跟西药呢，主要是差别在治疗的药物的不同那就我所知呢，西药呢目前大部分是以罗氏鲜为主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罗氏鲜的药物。这个药物呢，它可以让油脂被吸收，那就会排油便，让我们人体不会吸收掉这样子。那这个作用机转跟我们的中药不太一样。我们中药主要是还是会以麻黄或是一些代谢水分的药为主，那麻黄这个药它比较是针对增加代谢，然后抑制食欲的部分。所以呢，如果像针对说一个患者，他如果今天真的吃很多咸酥鸡，吃很多高油脂的食物，那今天要配合吃个罗氏鲜，来排掉这个油，那 OK 那蛮适合的。如果今天他这个患者他是吃淀粉类吃很多，那配合这个罗氏鲜吃效果就不会很好。所以还是要看个别的形态。曾医师强调，虽然西医嘛有真侪减重的药物，但减的看是对油脂或者是淀粉类有效。亲像林小姐较无法度控制食欲，中医就用麻黄来抑制伊的食欲，但麻黄有一定的剂量甲副作用，一定要经过中医师的评估。台南新闻林根许曼珍采访报道。意大利面算是台湾人上界熟悉的欧洲料理之一。不过，想要用意大利面来开店，会当烹出什么特色，就是关键。有一间位于高雄巨蛋附近的餐厅，就用纯手工的面条来赢得人客心。从盐城区小巷弄中起家的这间意式料理，有2位创办人的姓氏结合发想的店名，寓意就是想让客人来用餐后被餐点与环境吸引，逗留不去。而吸引客人的关键特色就是使用纯手工的面条。我们的意大利面，它手工面是用杜兰的小麦面粉下去，加新鲜的鸡蛋下去揉制而成面团，然后它需要经过一直反复的碾压之后，再做成面条。那
我们在煮的时候会刻意留一点面心，让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相较于其他干燥的意大利面吃起来会比较嚼劲。扎实劲道的口感，每咬下一口都在嘴中弹开，让人印象深刻。面条有如此惊艳的表现，那搭配的料理手法当然也值得期待。鲑鱼卵先下至意大利面的盘中，摆满一只只分量十足的鲜虾，大火炒过的海鲜香气扑鼻。好像可以看见一整片大海在眼前翻腾，还有虾子跳出来跟你 say hi， 味道能够如此鲜美，其实还有一样关键的秘密武器。重点特色是它的虾汁，我们的虾汁是用新鲜的虾子打成泥，然后下去炒香之后，然后再加入蔬菜啊跟一些辛香料，然后花很多的时间去熬煮，然后才制成的那个虾汁。对，那它吃起来会有满满的虾子的味道。另外一道金黄乌鱼子，除了大手笔的放进好几块乌鱼子，还把它磨成粉撒在面上。看看这个金黄色泽，每一口都是乌鱼子的浓郁冲击，再配上9层塔的酱汁，还是热炒碰撞上意式料理的奇妙搭配，让人回味再三。先用乌鱼子先打成粉，然后用那个粉下去爆炒，炒香之后，再加入高汤跟面条一起下去收汁拌炒。盛盘之后会撒上很大量的乌鱼子粉，还有乌鱼子片，所以等于客人吃到的每一口都会有浓浓的乌鱼子味。最后店长也提到，这里的料理所使用的材料，即便是最细微的部分，例如盐巴或是橄榄油，也都非常讲究。就算成本提高，也要让用餐的人吃得安心。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在高热高芳的气氛当中，看出去就是壮观的台湾美景，加上桌顶精致的鸡卵糕加饮料，真正是一大享受。不过这竟然是位伫打到英国领事馆当中，带你做回来看卖。坐在古色古香的圆拱回廊中，远远眺望就是壮观的西子湾出海口。桌上古典的杯盘里放着雅致的点心，拿起一块蛋糕，再优雅地配上一杯伯爵奶茶，美景美食，这就是最美好悠闲的下午。但可能很难想象，你其实正在打狗英国领事馆之中。然后像在保有我们的特殊文化历史美景之下，我们这边经营是从2013年开始，我们经营到我们这个团队，那入主文化园区，那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务，包含像我们的文创商品、专属的英国茶及英国皇室瓷器，还有正统的英式下午茶为主。在英国领事馆古迹中享用英式下午茶，如此独一无二的体验，仿佛跨越了数百年的时光。在高雄还叫打狗的那个时代，看着下方繁忙的船只，化身成为英国领事一般。包含我们的餐点、茶品及我们瓷器都会按照餐点去做设计，有艺术文化气息的地方，喝到我们的最正统的英式下午茶，感验上当时的领事跟领事夫人在这边所居住的那种空间感。下午茶组合端上来之后，经典的3层架立刻吸引住目光。从最下层的菠菜鲑鱼咸派到上方的樱桃起司蛋糕等等，甜与咸在一个组合中融合，也在味蕾中碰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们的司康与果酱。这个下午茶它是一个完整的 set， 那包含像里面的，尤其是我们的那个英式玫瑰司康是我们最独特的，因为搭配的是玫瑰果酱，带有古典玫瑰人最独特的玫瑰果酱。那还有像我们的瑞士巧克力及我们的酒酿樱桃布朗尼，其实都是我们家经典特色。最后，主管也提到，除了古迹的文化氛围与下午茶餐点，还有一个对现代人，尤其是最爱拍照分享的人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其实来到这里的特色就是几乎拍不出丑照，因为每一个景点都很漂亮，每一个空间都很适合拍照。对，这是我觉得让顾客来到这边最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快乐的旅途啦。这间店承接领事馆这片古迹，提供下午茶服务，让老建筑焕发全新的活力。造访古迹不再只是一次性的旅游，而是让人想回头再一次光顾。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感谢收看7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